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早起会当伫这个所在，甲大家做分享上帝话，邀请咱同心来祈祷。尊的上帝，你是阮生命主，阮看见阮的生命是你所想事、你所创造。阮会当认捌你，就入伫上帝殿院，有原是上帝你水的心意。主阮深知，阮敬拜你火热的心，并未因为天气寒冷受到影响。阮较清楚明白，不管是甚物款的时阵，不管是甚物款的境遇，阮拢爱就入伫上帝殿院来敬拜上帝你。愿主你的话只是运行伫阮的会中，进入伫阮的心中，互阮听见上帝对阮的教示。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免。我毋知咱拄仔听看这段经文的时，你有甚物款的感觉？真侪时阵，咱伫教会中读这段经文，改成拢是伫个别礼拜时。我要出门的时，阮牧师娘甲我讲：“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今日哪会用这段经文？特别今日是北区大专学生纪念主日的时，你太要用这段经文。”确实，真侪时阵，咱这段经文伫教会内底，咱拢个别礼拜时伫接触这段经文，甚至诗班时常伫个别礼拜时，吟的诗歌，拢歌词内底拢有这段经文。确实，早起要用这段经文，等下咱就知为什么我要选这段经文伫学生中心纪念主日，甲大家分享。但是伫这段经文，我相信，咱拄啊，亲像咱的。书会当讲，咱长老带咱读的时，有一个词不断重复，大家敢有听到？倒一个词？有时，有时，一直不断重复。其实，伫咱中文圣经，也是咱台语版的圣经，因为咱的翻译的缘故，迄个有时，拢是伫每一句后壁，迄个有时一直出来。伫原文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是用 ans。是伫每一句的头前，所以你有趣味，你会当看英文版的圣经，伊每一句是用 a time 伫头前，不管是伫头前还是后壁，伫读这段经文的时，迄个有时会不断出现。特别伫早前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内底，迄印刷还未发明的时，因时常拢是用听的方式来听上帝话，所以就亲像咱拄仔共款。咱伫听咱的词汇当中，伫读这段经文的时，有时不断重复，互人感受到，这有时某一个程度有一个真强烈的意涵伫这内底。其实咱看这段经文，用犹太人文化中是迄个对比，这事件来去组成头前，咱所看这段经文，迄个有时。不断出现的时，对犹太人来讲，因听到这段经文，因会真紧去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所记载是什么事？是上帝创造天地的事。我相信在座咱兄弟对创世纪第一章，咱拢真熟。上帝创造天地时是有规律的。有次序的，有上帝的事，所以其实伫这段经文内底，咱嘛看到是要帮助听到这段经文的兄弟，特别伫犹太人内底去体会世间万物拢有伊的事，四季的运转有伊的事，人的生命有伊的事。人生碰到真侪事，拢有伊的事。这个事是掌握伫上帝的手，这个事乃是伫上帝心意中，互人来去经验体会。人如果要明白这位上帝的心意，爱伫迄个事的内底，才法度来去晓悟。真侪时阵，咱读到这的时，可能有一个感受，确实基督教信仰是一个人讲宿命论万事拢伫上帝手，拢伫上帝的时，确实人面对这事的时，只能双手一摊。
拢是上帝时啦。但是如果咱继续伫看这段经文，继续接落的时，又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呢。如果经文你继续看落，看到12节、13节的时，经文反倒转，互咱看到什么？好好享受你的性命，好好来去啉食吧。个想有个无共款啊呢？个像是享乐主义呢？到底基督教信仰所显明的是宿命论呢，还是享乐主义？有人想要将这两个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是极端的想法，要甲综合起来。伊讲检查基督教信仰所讲是什么？宿命论中的享乐主义，也就是讲什么拢是上帝手，拢是上帝时，人无法度知影，安尼要安怎？咱就好好享受咱的性命吧。但是真侪时阵，我要讲如果有人做这种的调合的时，我时常讲这个假教啊。其实某一个程度，这段经文唔是安尼来理解，反倒等是扭曲这段经文要表明的意涵嘛。其实如果咱斟酌来看，对第一节一直看到15节，这所有的经文的时，要互咱去看见，传道书的读者要提醒真要紧的事，就是人的性命，咱拢要认真面对生命中每一项事。人要认真面对你生命中每一项事，也就是应该休困的时，你都要好好休困；应该工作的时，你都要好好工作；应该哀伤的时，你都好好哀伤；应该欢喜的时，你都好好欢喜。因为生命有真侪事，拢有上帝的事。当你认真投入伫人生生命每一项事内底时，你认真伫这事内底，你应该怎样，你就认真怎样的时，你就会经验到上帝恩典。确实真侪事，咱检查伫咱的生活内底，伫顺境的时，也是讲伫好事的时，咱检查会当体会，我认真投入，得到这成果。感谢主，感谢上帝恩典。但是兄弟，如果伫无好的代志顶面咧，伫困苦顶面咧，伫哀伤顶面咧，咱检查习惯讲上帝卖啦，唔通安尼啦，唔通互我去面对这事。确实，传道书读者提醒咱，哀伤的事，你都好好认真哀伤。面对艰苦的时，你都要好好去认真面对这艰苦。咱会感觉讲有够残忍的，但是兄弟，其实咱去想看卖，面对这艰苦困境的时，人如果认真投入的过程内底，会有一种的感受，倒一种，家己的有限程度显明出来我真正无法度我这真正到我的紧绷啊！人的有限伫迄所在显明出来时，其实传道书的读者就互咱看见，伫迄个时，你就会去感受、体会、经验到无限的上帝其实是甲你同在。当你面对有限的时，你体会无限的上帝伫你的身躯边，甲你做伙面对这个事，经验这个事，甲你做伙来去三经这个事的事。伫人的有限内底经验到上帝无限，伫人的有限内底体会原来甲我同行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的事。其实真侪时阵，会伫困境中、伫艰难中，更较体会上帝恩典。传道书的读者就是安尼提醒咱：有限的人，咱来顺服伫上帝的权柄，都亲像咱拄献歌队带咱吟的诗歌一样。你敢毋知，咱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
当咱面对咱生活每一事，咱有上帝时，上帝接你，咱顺服的时，将咱有限的生命交托伫永远的上帝圣手的时，人生命中的意义，人生命中的价值，人生命中就会伫这过程内底深刻体会上帝恩典。这是传道书这段经文，互咱看见一个真要紧的假事。特别传道书伫犹太人文化传统的时，是伫大了仔节时会来读的一段一讲册。大了仔节就是祝棚节，是犹太人去悼念因的祖先伫旷野漂流的一个节期。拄啊好，这个节期嘛是因去修行的事。所以大了仔节，犹太人时常一家伙啊，大大细细规个家族，大家拢斗阵做伙，听阿公阿祖来讲故。早前咱的祖先是怎样？阿祖这旧年讲过啊，前年嘛讲过啊，颠覆又搁颠覆。确实，伫这事嘛是真侪少年人以爱自集的事。咱检察讲较无聊，已经拢听过啊，有啥物搁要自集？这犹原是犹太人传统内底，互少年人会当去熟悉的时机。所以看较顺眼的时，父母就会当出来讲亲情。所以咱会当去想象，伫这种场合内底，少年人去听到传道书内底所讲的内容的时，伫因的生活处境内底面对这个事的时，因检察就会开始思考。安尼，我的生命意义到底是甚么？我的人生到底要怎样行？因检察去问：为什么要结婚？因检察去想：哇，旧年修行较好，对我的生命、对我人生的帮助是甚么？旧年修行较歹，我艰苦做到要死，确实修行较歹的时，到底有甚么意义？当这青年开始想这个事的时，因为家己的有限，甲上帝无限来相拄的时，因的生命开始重新去敲出我的生命到底要怎样行？其实这嘛是为什么伫早起大专纪念主日时，我要选择这段经文，因为对真侪大专学生来讲，现今的大专学生无大了仔这。无迄个机会，互因好好来去思考家己的生命。确实，伫上帝恩典中有学生中心。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就是陪伴这学生囡仔，伫即个时来搁一遍好好审视家己生命要紧的时刻。我相信，咱拢知大专对人生来讲是一个要紧的时刻，是因认真追求知识的时刻。是因来好好去思考我的人生要怎样行的时刻，来探讨家己生命价值，审视家己生命意义的时刻。其实，真侪大专学生的事，伫这个时刻，嘛是因认真打工的时刻。这个时，嘛是因认真参与社团活动的时刻。甚至这个是因认真交男朋友、女朋友的事。当这大专青年认真伫因的生活、因的课业、因的交往的事，大专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就陪伴伫因身躯边。当因考调好的成绩，因考调研究所，这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就是伫因身躯边陪伴因。同款，当因面对因的课业，我还认真读册，确实嘛，互教授断掉，到底为什么？学生中心的辅导工作者伫因身躯边陪伴因，因认真交往，确实还是被分手，规个人哭甲骂哭甲半暝，嘛是学生中心的工作者辅导。陪伴因伫因的身躯边，
当因伫即个时刻开始去问太安呢？当因伫即个时刻，搁一遍去想讲，安尼我的人生要怎样行？当学生中心的工作者陪伴伫因身躯边的时，搁将信仰带到因的生命的时，因会看见，伫家己有限生命过程内底，原来有一个无限的上帝，会当成做我的帮衬，会当成做我的倚靠。伫我过来的人生，这无限的上帝会做伙陪伴我、引带我、带领我。这时，这个上帝就未过是爸爸妈妈的上帝、阿公阿妈的上帝。这时，这个上帝就进入伫因生命内底，成做因的上帝。但是学生中心的王团队会甲大家报告学生中心的事工，咱就会当较清楚明白学生中心因所做事工是怎样甲这学生囡仔斗阵做伙，互因人生伫即个时刻的时，伫家己去敲找生命意义价值，借着因的陪伴，互这学生囡仔去明白无限的上帝，成做因要紧的帮衬。我相信对咱在座每一位兄弟来讲，检测咱在座无拄拄现主是大专学生，但是其实这段经文嘛，对咱真要紧的提醒。不管你的人生是行到倒一个坎站，倒一个段落，你参与伫什么款的工课顶面，这段经文嘛，对咱真要紧的提醒。咱有好好认真过每一天无？当你应该爱敬拜时，你有好好认真敬拜无？当你要服侍时，你有好好认真服侍无？当你会当放假休困的时，你有好好认真休困无？当你会当啉食的时，你有好好认真啉食无？经文提醒咱，当咱认真投入伫应该参与的事件内底，应该做的代志顶面的时，咱会体会无限的上帝确实是甲咱同在。检测咱的能力有限，检测伫这事投入的过程内底，去发现讲原来我是遐卑微，我能力真正有限。但是当你搁一遍将你的性命交托伫上帝圣手的时，无限的上帝会伫你有限的时甲你同在，无限的上帝会甲你做伙面对你生命中所经验到这个事，无限的上帝甲你同在，甲你做伙面对这个事的时，你就会体会，原来这位上帝就亲像咱拄仔圣歌队所吟的歌词内底这样的上帝，伊互咱有气力，互咱有能力。互咱得到安慰，互咱得到鼓励，互咱真正得到安息。愿上帝真正帮助咱，伫上帝互咱的恩典中，认真过每一日。当咱认真投入每一日这事的时，咱就会当体会无限的上帝甲咱同在，体会这无限的上帝伫咱生命中所享受各种的恩典，同心来祈祷。主愿你的恩甲阮同在，阮是卑微有限的人，阮面对阮的生命真侪事的时，真侪时阵，阮感受到阮的欠缺。但是上帝，你是无限的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永远的主宰。当阮将阮有限的生命交托伫你永远圣手的时，阮发现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当阮认真过阮的日子，当阮生活中每一事，阮专心专注、认真投入的时，上帝，你甲阮同在，你陪伴阮，你引带阮，你带领阮。伫过程内底，阮会当更较深刻体会上帝你的疼、你的恩，嘛会当更较深深去领受上帝你放伫阮生命中真济阮所料想袂到的恩典甲疼惜。祈祷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